自从中华民国伫联合国的代表权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替换到今，咱就一再咧拍拼，要搁转去这个国际组织。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涂省德理事长嘛表示，就要把握今年台湾表现良好的时机，用独立新国家的名号争取加入联合国。不过国民党依然是主张，同款搁用中华民国申请倒转去。COVID-19 在世界各国也未动点，台湾虽望伫即摆防疫表现受到国际肯定，也有世界拢学落的健保制度。不过要进入联合国，定定受到中国打压。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省德认为，台湾爱强化和美国的关系，爱打着这个时机，重新加入联合国。反联是不大可能的，因为伊入去内底吼，要去甲别人赶走，要讲抢伊了以后倒来坐，这个是无可能，因为迄阵已经蒋介石的代表已经被逐出联合国啊，所以咱即马用一个新一独立的国家的名义，用咱台湾的名义，用咱的国名，安尼较可能性较大。不过，国民党是主张以国号中华民国的名义重新登去联合国。将国民党的青年团总团长林嘉兴，也搁伫即个月发起 ROCUN 反联特工队的联署活动，搁将台湾国旗刊伫咧 Washington Post， 就是希望伫咧联合国大会开机期间，互世界看到台湾。咱即卖国号就是叫做中华民国，我强调就讲，所以咱大家免伫为着即种我感觉虚伪的假议题哦，去做政治意识形态斗争。咱若是咱即摆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，我们就好好支持林嘉欣的想法。就是讲，咱基本上尊重现有的体制，按照公道法上案入去迄个中选会嘛，因即摆10月中可能就做一个决定嘛。第二阶段，咱就是要签50万份的联署书啦。要安怎进入联合国，哪里个意见虽望无同，不过拢希望收集更较侪民意，互世界看到台湾人民有民主和团结的心，量早参与国际事务，贡献咱哋嘅健保医疗相关的专长。记者阿敏珍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